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你好，是观众，欢迎收看1月10号礼拜5的中嘉台南电影新闻。由远东集团甲小智研发中心合作，将传统占地需要10几公顷的回收场，塑成就货柜大型的回收车。该研发伫去年10月引进台湾，巡回展览已经引起热烈的回响。相关回收车嘛进驻台南大东百货1楼广场，预计展览到3月1号，欢迎有兴趣的民众踊跃前往参观。电视哦，想看电视，好，我也想看电视，还有没有来？咖啡机哦，咖啡机哦，是不是懂喝咖啡？可以哦。车子对，丢垃圾的，哎呦，有点接近哦，很聪明哦。还有没有其他小朋友有什么？这台外观就像货柜同款，有小朋友讲，亲像行动咖啡厅、餐厅，或者是回收车顶，无唔对。这是远东集团甲小智研发公司共同合作，浓缩改造的货柜环保回收车。上午特别邀请行政院秘书长李梦燕、台南市长黄伟哲以及远东集团徐元志纪念基金会执行长共同举行启动仪式。从今年开始呢，我们的远东绿色行动方舟呢，在我们全省各地呢做巡回的展览，所以呢，鼓励大朋友、小朋友春节期间、寒假期间，带你的爸爸妈妈、带你的亲朋好友一起来台南参观。这个远东环城方舟呢，日前呢，在这个罗马，在这个法国，在米兰。曾经做很轰动的展览，今年的上半年呢，还要在罗马机场呢做展示的展览，所以我们不用到国外，我们马上呢从今天开始，一直到3月1号，邀请你的朋友一起来远东大圆柏参观这个远东环城方舟。今天非常高兴能来大圆柏，我们实际见证了远东70周年庆所研发的这个行动绿方舟的巡回展。大家可以看到，我们每年用到那么多保特瓶，如果不好好回收，或者不把垃圾变资源的话，会造成几乎都把地球塞满了。所以很感谢我们小智基金会，他们能够跟远东公司基金会能够研发出非常好用，而且对于环境非常友善的这个行动绿方舟。那么事实上，台南市政府我们现在也已经在许多地方放置了这个智慧回收机，对于一些瓶罐、铝罐，还有包括保特瓶，我们都有回收机制。总之，让垃圾减量，能够让资源增量，这是我们目标。每年我们大概回收650吨的这个保特瓶，也希望说这个能量能够再增加，而更希望说我们的国人、我们的市民朋友们能够多多使用这个其实可以自己带的容器，避免一次性容器的被滥用，而且不仅增加了环境的负担，也多增加了许多的成本。启动仪式伫个副经理阿公阿嬷的劲歌热舞表演，会用个看得出因身上所穿的嘛是资源回收的物品。这台行动绿方舟只要5分钟就用个互粪扫再生，平均1点钟会用个回收处理50公斤的保特瓶。配合远东集团70周年，行动绿方舟将伫个台南展示到3月1号。民众只要伫个特定的礼拜六下午3点，摕15支的清气的保特瓶，就用个兑换环保再生的花器一个，每场限量20个。欢迎民众做回来做环保。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高中小学生对这个月21号就开始放寒假，为了欢乐弱势学生放假却会摇巴肚。由议员林美燕甲台南市妇女联合会康黄金慈善爱心会共同发起的资助弱势儿童午餐计划，今年同款持续举办。学生只要摕餐券地当到指定的地点来领出营养午餐，预计有将近200位学生受到帮助。
为落实照顾经济弱势学童，由议员林美燕甲台南市妇女联合会等侪个爱心团体共同响应的营养午餐助动计划，今年已经进入第5档，包括市府教育局以及受帮助的南区甲安平区，总共有16间国中小，大约将近200位的学生受惠。中华九职那个慈善会，苗栗的哦，伊嘛照顾咱台南囡仔哦，迄是苗栗的一款慈善会哦，伊嘛是透过咱康环境社会来这些关怀的动作，包括我们西湖慈善协会，包括我们行善协会啊，包括我们妇女联合会啊，还有友美狮子会、东滨爱心会，伫边仔边呢，这几个单位会当讲常态性的。除了这些人以外，事实上社会还有很多的温暖的一些人也共同在参与。但是这代单位拢是安那固定的，每到了寒假，每到了暑假，都主动哦，今年咱今年几个啊，怎么这个钱怎么样？我们所有的预算这几个都是固定的，让孩子有一个这样子的一个关怀，然后也让我们的孩子能够健康。这样子的话，其实我们妇女联合会都非常的愿意来做这样子的一个关怀活动。那也希望我们能够借着这样子的一个活动呢，抛砖引玉，让更多人来认同那让这个我们这样子的一个活动能够长长远远持续下去。再怎么样，政府也没有办法照顾到所有的这个需要这个照顾的人。那还好，我想我们社会上非常多像各位这么有爱心的一个团体愿意出钱出力那贡献你们自己的一个这个精神来协助了。美眼这个对于照顾弱势一直都是不落人后也不遗余力那我在这边代表教育局也代表在场的一个所有的学校，再次谢谢我们美院还有我们所有的爱心的这个团体谢谢你们的付出还有贡献。主办单位台南市妇女联合会嘛特别成立支付午餐费的捐款专户，希望社区会用个抛砖引玉，吸引更侪民间团体甲各界爱心加入。伫个寒假期间，弱势学童拢会用个摕着餐券到指定的服务点领取营养午餐。另外，今年还有建设公司捐赠的餐具、餐袋以及上千包的麦片，让学生伫个寒假期间唔免去行腰巴肚。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除了关心弱势学童，另外为了加强儿童少年了解性骚扰等相关法律的常识，台南市政府甲妇女心理协会以及台南客川文教基金会10号上午伫市府举办公益绘本的观测活动，希望借着绘本的推广，除了唤起大家重视，也要共同守护咱儿童少年安全。所以呢，为了保护自己，要用力把他怎么样？把山羊老师推开，然后要大声的说什么？不要！目前市面上讨论性别议题绘本，大多拢是翻译外国的绘本，而且拢是属于商业贩售。为了提升个人对着儿少性骚扰的重视，妇女心理协会甲台南客川文教基金会共同出版《喂喂身体的界限》绘本，透过简单动人的故事以及图画，让囡仔了解若是拄到性骚扰事件时，要如何应对。1、2、3，站！对于身体，对于性别，对于许多呢，我们的一些可能会被侵犯人权的一些界限，他们不是很清楚。那大家可能长久以来都会感受到，这个我们妇女新知协会一直在这方面努力。那也非常棒的呢，我们的这个高雄市的这个身体传武教基金会呢，这个机会呢，跟我们的这个妇女新知协会可以这样一起大家一起合作协力。当然呢，也要有这个马小姐创作这个绘本呢，才能够真正的让这样的一个我们可以透过各位可以看到。喂喂身体的界限这样的一个儿童性骚扰的一个绘本，可以让我们的这些儿少可以及早，因为重点是要及早，我们要能够在更早的时候呢去了解到，我们对于这些儿少，他们可能呢身体被侵犯，在不经意的每一次的触摸中呢，可能呢累积了一些许多人的一些恶性的习惯。那我想呢，这样的一个绘本呢，对我们的儿少的这些性别的培育非常重要。妇女心理协会以及台南
客川文教基金会所捐赠这100套的绘本，除了会分送予教育、警政、民政等相关局处以外，同时嘛会将该绘本分送到各区的图书馆，欢迎有兴趣的市民或者是家长前往阅读。台南新闻张伟忠采访报道。文化局为了庆祝台南文化中心35周年，经过将近1档的筹备甲制作，出版一本合作建局长的绘本，希望以趣味故事甲图画，让市民轻松来认识台南文化中心，嘛要甲市民做伙分享台南艺文发展的成就。为了持续推广台南文化中心，并且感谢成立35档来艺术文化教育等各界人士的支持，文化中心特别出版创新的图书绘本，号名《建局长》来留下记录，嘛借此甲所有市民分享文化中心的故事。为了文化局长嘛特别出席新册发表会。认为这本绘本等于是一本导览解说册刊，甚至会当展望后一个35档，而且以中英文版本，可当增加国际文化交流。特别针对台南文化中心35周年的一本纪念专辑，叫做进剧场。那因为台南文化中心已经成立了35年，那其实是台南人很多人共同的一个记忆大家都在这边看表演，不管是音乐、戏剧、舞蹈来成长。那但是35年来，其实我们还是希望能够去吸引更多的艺文人口进到我们的剧场，所以这次透过35周年，我们做了一个进剧场的一个绘本书。那这本绘本书里面有很多就是针对整个剧场一出戏怎么形成的一个表演前场、后场。还有所谓的志工服务剧场的一些礼节等等。那么我们用这个进剧场的方式，用绘本的方式，很浅显易懂的方式来介绍给所有的民众来认识。所以一来这一本进剧场是35周年的一个纪念，二来也是我们下一个阶段推广我们所谓的剧场教育非常好的一个策略跟途径。会中所参与影像、文字甲插画创作的3位老师嘛拢到场，表达因一档来创作过程是安怎将台南文化中心35档的历史呈现伫这本册。除了爱有趣味的故事，佮爱兼顾教育意义，是认为上界困难的所在。该绘本出版以后，文化局嘛欢迎有需要的学校甲社团会当甲因直接做伙分享台南艺文发展的成就。台南新闻管制何强邦采访报道。不管是国际民俗艺术节、公大港、演大港，还是参观体验剧场、博物馆等这些活动，文化局上午邀请大台南的各校代表来座谈，就希望在新的一档透过文化甲教育合作，会当积极来落实艺文教育。来自大台南各学校的代表拢聚集伫文化中心，提出文化局包括艺术发展、文化建设、甲文化园区等各科室因新的一档的活动计划。学校里当中如何参与，会当提前安排规划伫新的年度。其中较偏远的学校伫文化图书的资源运用、甲艺电社团精选的培训等艺术杂金，拢认为相当可行，愿意来配合推广。对啊，我们感谢文化局对我们国小教育的文化推展不遗余力。那在今天的活动里面，我们可以来利用到它图书系统的建构，将一些书香传播到我们学校里面去，让我们的学生可以增加阅读的能力。我们学校是全台南就是第一个的就是富裕就是发展这一个太平歌阵。那目前像是一些台南市的音乐比赛，那在南管的部分就是也有纳入这个部分在做进行的比赛，然后让孩子有一个舞台可以展演。那因为偏乡小校有一些要推广的部分比较困难一些，那其实我们现在就是除了像计划当中有说可以培育一些人才，然后让孩子们可以就是说。让孩子们可以了解在地的文化以及富裕传统，我觉得这个是文化传承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部分。
这些计划来跟学校做一些说明，尤其对于一些偏乡学校资源比较少的，那么如何透过文化局既有的这些计划，提供给孩子更多的这些教育的内涵，那包括像义正扎根的部分，包括像是表演艺术体验的部分，甚至我们也开发了所谓的 GIS 的这种协作平台，让学校的老师可以上这个协作平台，很容易的去做所谓的本土教育的教案跟推广的一个工作。所以今天整个说明会当中，其实学校老师反应非常的热烈。我相信透过文化与教育结合，可以带给台南市的孩子在教室里面以及课本以外更多的这些知识的一个内容。文化局这艺文活动原本在举办，若个配合学校本身的推广甲发展资源共享之下，会当有加成的效果，嘛，互这款的艺文教育推广备受肯定。电新闻军及何乔邦采访报道。结果一个马上登来新闻现场。你们知道怎么防治人口贩运吗？首先，我来告诉大家什么是人口贩运。有要出国旅行的以及外来人口，要加强对自身权益的认识。发现可疑的地方要检举通报。移民署跟司法警察会持续巡逻查缉，民众可以跟他们举报。抓到你们了！我们跟全世界的正义伙伴都会不断努力，粉碎人口贩运集团的恶行。正确开启车门很重要，不然怎么开呀？下车要转头注意后方来车，前面人开车门，这是两段开车门啊！两段式开车门，两段式开车门，两段式开车门，因为很多要说3次。欢迎您和我一起来收看《飞读 book》台南爱读册。你总以为你和男生一样，他工作你也上班，你洗衣服他换灯泡，他教孩子数学你教注音。但有一件事不一样，50岁以上更年期妇女罹患心血管疾病症状和男性不同，若出现恶心、手麻、呼吸不顺、背痛等症状，请尽速就医检查。国民健康署关心您。目前观光护照对出刊到单已经有18档，相当难得。你今年第18期虽然已经伫各大通路上架，要大家咧踅台南的时阵，不管遮的大还是交通点边，拢有好康优惠。不过嘛，因为登记以来无够成本，加上理事长本人打算退休，所以嘛传出明年将要停刊的消息。这本互相观光护照伫前市长柯添在督促之下，委托台南市观光协会申办到今年2020年，已经是第18档，有了18本。一开始对互相小吃为主题宣传，一直扩大到饭店、农业、各大高级景点甲观光工厂，不管食的、大的、耍的，拢有做好康优惠。其中，加拿大饭店，不管是平日假日，只要500块就已经赚到。卖当看到伫公部门甲民间的合作，并文化观光创造得赢。不过，这一手催生一路坚持的台南市观光协会理事长尤义峰，虽然真骄傲这一本一本创下全国出刊的历史纪录，不过嘛公开每年护照即将停刊的消息。感谢我们的乡亲的爱戴，对观光护照推动台南的观光也极力的推崇帮忙。当然啦，人总是有相聚的时候，也有离开的时候。18年的日子也不算短了。如果生一个小孩子，也成长大人了，也可以娶老婆了。我这段时间
也尽量的推台南市的观光。在这18年来，从第一本的999块到现在还是919块，来带动台南市的观光是不计成本的。在这段时间，年龄的岁月的变化再加上我个人也一直很忙基本上也想来退休了也想自己轻松一下教书做个副教授就好基本上所以心里有想说，观光护照就发行到18期。在北当内，平均每一期拢1万本销路的护照，甚至伫台南办台湾灯会迄当，佮创下将近3万本的成绩，互伊印象深刻。哪一期的销路是最好的？我告诉各位，是在许天才办台湾灯会的那1、2年。第1年是鸡年，第2年是狗年。这一本是鸡年的那一年所发行的。卖了将近3万本，3万本为什么？因为那地方有办活动而带动的当然啦，其他没有在办活动的时候，也是对护照的行销上也是蛮不错，也将近1万本这一些的话，基本上各位乡亲你算算看，一本是2个人适用能够带动多少人潮来台南市观光？所以有很多人告诉我说，如果停办的话是很可惜的。根据协会表示，传出最后1期以后，除了厂商感觉可惜，民众的询问度嘛真高，因为送礼甲自用拢真好，已经造成抢买。协会表示，有需要民众会当直接洽询06-235-5818。电新闻军及何乔邦采访报道。根据医疗调查，有9成65岁以上长辈患有慢性病，而且有人因为中伏食真侪种药造成药物的交互作用，颠倒互身体愈来愈歹。所以，现在病院对去年7月设立药师门诊，提供用药的正确照护，要互长辈有正确食药的习惯。台湾已经正式迈入高龄化社会。预计伫咧2020年时，65岁以上的高龄人口将会超过总人口20%。延伸出长照以及用药安全等问题，尤其65岁以上的长者，有高达9成的人患有慢性疾病，常常会发生多重就医以及多重用药的代志发生。因此，新台病院为去年开始整合照护药师门诊，教导高龄患者正确用药习惯。在诊间里面的时候，我们会特别去看病人他是怎么样去使用他的药物的。那特别就是说，有一些老人照顾老人或者是独居的个案，那当他认知功能不是那么好的时候，那我们就去一个药一个药慢慢的去问他。那同时会看我们的就是药剂部的网页，然后来指的图片，然后让他知道说，这个药物它是怎么使用的，那使用的状况是不是跟实际上的一些状况是相符合的。那后续的话，我们就会再去把这些评估的结果，然后当场就会回馈给就是这些个案，然后以及就是立即性的会让我们的医师知道说，病人在照护上或者是说在药物使用上有这么多的问题存在。新台病院药剂部推展更符合人性需求的药师照护空间，配合病院整合照护计划，设立药师的门诊，提供多重慢性病用药整合照护，减少重复就医以及多重用药的风险，让民众会当更安心的伫厝内用药。台南新闻张伟忠采访报道。爆米香是50年代热门的点心，不过现主是因为吸收选择愈来愈多，嘛，互爆米香愈来愈少。尤其专工制作爆米香的头家赖永金，为了互这个古早味继续传承，所以甲后生相当打拼来做爆米香。头个镜头做伙了解。伫师傅分边仔后，嘣一声，就会使看到一尊白烟，这就是爆米香上知名的画面。接下来，将爆好的米放到充满麦的糖的鼎内面去炒，最后将米放到专用的模仔内面，切出大家印象中的爆米香。虽然是过去知名的四手仔，但是现在的人可能愈来愈少看到。上大的原因之就是现在四手仔的选择愈来愈多，会想要食爆米香的人也愈来愈少。
这位赖永金先生甲伊的后生，就为了延续这个古早味，10几年来拢开了这台发财车，伫白河地区四处走踪。伊表示，会来卖爆米香，是因为这是属于迄个年代的习俗啊，并无希望伊消失去。早期就是我们算是50年代，那个时候没什么零食，最好的零食就是爆米香，然后后来一直演进到什么东西都有，零食一大堆。现在的年轻人就不喜欢吃这一种，做的人就愈来愈少，因为无销路。他们都吃别种东西，这种的就较少人接受。所以即马这类物件，剩老一辈子的这四大人家较爱食，年轻人都不喜欢吃。师傅表示，制作爆米香上困难的所在，就是这个煮卖的糖。如果无掌握好，可能会无好食，甚至会互爆米香做袂起来。也佫有天气的影响，如果风伤透，会互制作的过程更加困难。困难就是这个煮麦芽，煮太熟的话，它粘不住，会散掉。如果没有煮熟的话，它不会脆，不好吃，口感不好。所以那个火候要拿捏到一定的程度，这样才可以。因为像我在做的话，我都在车上，门关起来，因为做的过程就是不要风吹，然后不要太冷，太冷的话我们动作太慢了，做不起来。今天我们坐在外面，你看风这么大，在做就有点困难。如果想要食到这个古早味的爆米香，民众也会使到白河地区看看的。如果看到赖永金先生因病仔囝甲这台发财车，就有机会食到这个充满回忆的四修啊！但新闻广播以采访报道。新闻最后来关心选举东港的天气变化。明仔是好天有时多云天气，温度19度到22度，白落雨，海面平均风力5级到6级，上大阵风8级。感谢收看1月9号中港台南电视新闻，咱再会。